好多人問我咧，點解你逢開演唱會之前，你個身形梗係開始變嘅咧？咁啊，有咩秘訣？其實係一個古仔嚟嘅。因為我每次開演唱會之前咧，就好緊張，開始籌備就已經好緊張。咁咧緊張咧就會個心會劇跳啊！你明唔明啊？日日跳嘢啊跳，嗶嗶叭叭越叭就越大，就好犀利個膨脹，好似泵氣咁樣。我講緊係心，你講緊邊度啫？咁咧跟住咧就會即係某地方啊就會發大咧個心口啊嚇。咁啊所以呢啲現象咧要做到我30場演唱會後咧，咁就開始平復翻晒㗎啦。大家到時睇睇。聲講笑話平靜，回家跌入荒野，離別後是第40夜。離家五官似凋謝，仍需打發一個漫長夜。離家似在宿舍，然而又並沒搭脱這。風吹天地聲，他諷刺歸來，房中電視機似被人弄開，或者幻覺，除非幻覺。是誰在我家中徘徊當天的畫面？近來原來令我不敢回來，唯恐他的陰影。看書到深夜，無中生有感覺亂投射。離家也是推卸，沿途上並沒有善者。風吹天地聲，他仿似歸來，房中電視機似被人弄開，或者是我，唯一是。在我家中徘徊當天的畫面，近來原來令我不敢回來，唯恐他的陰影。在我家中徘徊當天的畫面，近來熱來令我不敢回來，唯恐他的陰影。是誰在我家中徘徊當天的畫面？近來熱來令我不敢。